每次睇紐約人嘅比賽都星光熠熠㗎。今日咧就要講而家喺香港遊戲上嘅紐約人 fans Timothy Chalamet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歡迎嚟到 NBA Talk。中意 NBA Talk 咧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今季我已經去過6個場館，報到30幾場嘅賽事，仲去過更衣室訪問Kevin Durant、Devin Booker、Wemby 同 Kate Cunningham 等等嘅球星。季後賽下個月就開波啦，等我同大家講下 NBA 最近有咩熱話。呢位連嘟姐都訪問過嘅當打靚仔影星，最近就因為舞台劇嘅言論而腹背受敵。不過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甜茶有幾咁迷戀運動。Timothy Chalamet 係一位土生土長嘅 New Yorker。自細已經非常之中意紐約人呢隊波噶啦，細個仲同過 Landry Fields 合照，又好似我哋球迷咁追星攞過 Stoudemire 嘅簽名。我可以好肯定講句，佢並唔係冠軍球迷，而係死忠。上季紐約人嘅季後賽呢，佢從冇缺席噶，連作客嘅賽事都有觀賞，而且經常同樣係紐約人球迷嘅影星 Ben Stiller 同 Spike Lee 一齊列席觀賽。最近佢宣傳香港上嘅電影 Marty Supreme 嘅時候，仲同紐約人名宿馬貝利一齊喺北京鬥波。有球迷就叫紐約人不如俾張10日約佢試下。留言話我知你覺得 Timothy 打成點，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